镜头登来看国内，经台北市长郭文德任内推动的公办途径社体大量新城，4当前拄完工，即马着真侪漏水等等的问题是真严重。这个住户最近又搁收到市府的公文，讲相关改善的工程需要开255万，爱住户做伙来分担，分是无法度接受。台北市长赵万安表示，维修的钱一定是政府来出，因若改善工程的经费会搁来协商。流到这边全都是，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用虹吸原理。真无奈，只好家己做这个接水的工具，因为这个桶仔是一直伫咧修理，不过一落雨也是漏水。厝起4年外尔，四界拢是变干嘛？外口见到接水的分量，风吹来也呼呼叫。这是台北市大同区台北市长郭文德任内开14亿起的公办途径社区大量新城，不过民众大入去了后问题不断。去年因为老百姓淹水，造成电梯大故障，而且最近午后雷阵雨，大楼厝甲更加连续雨细那拍掉，造成太路落来。那个墙角打下来的落石水泥块，万一伤到人，那个也是很恐怖的，保护度不够啊。怀疑这个避雷针根本就无效，报修更加是真困扰。因为最近阁收到台北市政府的公文，讲相关的修理属优化工程，经费大约255万，爱管委会分摊费用，后面将是无法度来接收。漏了再修，修了再漏，一直到现在也修不好，还叫我们付钱，很奇怪、很不合理的事情。蒋万安真的不应该让这些住户再花任何的1毛钱，你们没有一个好的房子还给民众。现在却要民众付255万的修缮费用，这简直是吃人够够。对于新增设施的整体优化，我想这个部分相关费用上述也会持续跟管委会来讨论。对此，台北市府强调，维修部分一定是市府来负担，也若优化部分的费用，市长周万安讲，会请相关局处、国家管委会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